大家好，你哋係咪喺加州打工嘅呢？或者成日諗緊自己究竟有咩勞工嘅權利？呢一個嘅視頻會幫助你去解釋到，如果遭受到報復或者經歷工作場所移民審查，或者移民執法局嚟到你哋工作場所嘅時候，你可以點樣做呢？首先，無論你嘅移民身份如何，只要你喺加州打工嘅話，都會一樣受到勞工法例嘅保障。如果僱主因為你行使權利而對你進行報復，呢個行為係實屬違法嘅。你嘅權利包括喺工作場所主張你嘅工人權利，向勞工處投訴，或者向同事去談論你關心嘅問題。第二，如果僱主基於你嘅移民身份作出報復嘅話呢個行為都係違法嘅。例如，僱主威脅話要向移民執法局去舉報你或者你屋企人，或者減少你工作時間，或者解僱你。第三，喺加州，除非持有法官簽署嘅司法執法令，如果唔係移民官員係唔能夠進入工作場所任何唔向公眾開放嘅區域嘅。如果移民執法部嚟到你工作場所並進入咗公共或者私人區域，請保持冷靜，致電當地嘅移民緊急熱線。每一個人都有權保持緘默或者諮詢律師，呢啲都係你嘅權利。最後，喺進行 I-9 表格審查嘅時候，移民官員可能會檢查 I-9 表格去核實員工嘅工作許可。如果發生呢種情況嘅話，加州嘅僱主唔能夠喺 I-9 審查期間俾移民官員接近工人。加州嘅僱主如果收到審查嘅通知，或者移民局對工人嘅 I-9 表格提出任何嘅疑問嘅話僱主都必須要通知工人。而且，僱主唔能夠利用 I-9 審查嚟歧視、報復或者恐嚇工人。多謝大家收聽。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資訊嘅話，可以去到亞洲法律聯會嘅網站睇下。我哋為加州工作嘅低收入人士提供免費嘅諮詢。如果需要預約嘅話，可以致電415-896-1701，或者可以去亞洲法律聯會嘅網站查詢，又或者可以致電華人進步會進行諮詢。我哋嘅電話係415-391-6986。